会了，这个卖冷气的头家真善心，免费帮独居的长辈、家族式家庭修理冷气。啊，若袂使修理的，都用送的，要互因过一个凉爽舒适的热天。师傅认真做工，准备替士大人安冷气。天气愈来愈热，真侪独居士大人的厝内，毋是无冷气，也无就是已经坏气。为了向到一位好心型的冷气业者来甲因斗相共，感觉真多谢，都感恩真感恩。足热的，足烧的，困也袂去。业者讲，有真侪士大人伫咧热天的时阵，毋甘吹冷气，久啊就会害气，所以为去年开始，就免费替独居士大人和弱势家庭免费修理和安冷气。像这些独居老人啊，跟一些身障人士嘛，也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怀嘛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来帮他们安装新的冷气嘛。有业者的关怀，互士大人拢真感动，嘛希望有更较侪善良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